踏入2025年9月，一個時代悄然落幕。香港資深報人、明報月刊前主編胡谷人喺溫哥華安詳離世，享年92歲。胡谷人係原本名為胡炳文嘅廣東順德人。1967年開始執掌明報月刊，前後歷經13年。金庸喺當年創辦明月，如佢自己所言，係為咗對住幹，唔單止要暴露真相，更要引導讀者一齊思考。金庸將雜誌定位為一份關注中國問題嘅思想刊物，而呢個宗旨喺胡谷人手裏得到咗最好嘅實現。胡谷人審時度勢，善用雜誌老闆嘅泱泱大道，香港殖民地嘅自由機遇，海外華人嘅不密網絡，加上佢本身嘅識見同敏銳，以刊物為平台，以紙業為堡壘，向時代嘅愚昧宣戰。結果佢成功將明月從一本純學術期刊轉型為綜合性高水平讀物。沈西承認佢為伯樂，毛孟靜讚佢是香港最具真正文人氣質嘅知識分子。然而喺胡谷人移居溫哥華後嘅2025年，佢最懷念嘅依然係香港嘅自由同生命力。呢個更係由佢太太劉美美轉述嘅佢嘅最後心聲。